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2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今仔日佫新增加2个按国外带病入境武汉肺炎的患者，到单去共422个病例。国防部也讲，海军的军船攀涉蓝顶有5个官兵发烧。新北市政府早起举办兵棋推演，考虑市长讲万不利社区感染严重，就管制市民出门。文化部传表自由工作者3万块暂渡难关的补助开始会当申请，早起影视业的工会电话是接袂煞。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今仔日佫新增加2名按国外带病入境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咱国拢总有422个病例。关系海军敦睦舰队的军船攀涉蓝顶头，逼出24站病例这条案。指挥中心这边讲，船顶上介早产生病情的患者是4月初1，尤其内底佫有7个是无症头的感染者。目前针对官兵抽血检验，但嘛已经发觉其中有3个本身已经有抗体。这款进展对疫情的调查是真有作用的咧。咱嘛来听指挥中心上介新的说明。我们新增了2个境外移入的个案，均是旅外就学，那都为20多岁的女性。总共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内累计了422例的确诊，那203例解除隔离。有关这24位的确定病例，那都是磐石舰的人员哦。发病日哦，它最早是发生在4月1号，其中还有无症状的有7位。根据目前的这个整个个案的发病的时间来做研判，那本次群聚的事件已经进入了次波感染啊。那后续当然是会有处于这个潜伏期的个案会陆续发病。5位里面有3位检测出身体已经是有出现抗体的状况，代表着说已经有出现先前有感染的一些状况了哈。那这个当然对我们医疗也是很有帮忙的。是啦，咱国的海军手下，这队专门走远洋派出去访问邦交国的军船敦睦舰队，昨日逼出船顶官兵烧毁武汉肺炎，到单已经有24名人员治病。但感染症专门科的医师就讲，因为这款症染着5天过，就会开始坏人。军舰伫咧海面行1个月，挺好坏落去骨肉炎咯。而且医师也建议指挥中心，规队船顶700多名军官，拢总着要过验病毒。国内头一摆出现军舰官兵军自感染的案件，即阵已经有24个人确诊治病。有专家认为，这只军舰离开帛琉的时间是伫咧3月中，准讲依照潜伏期差不多5天来算，船顶可能已经出现军舰批感染啊，甚至无排除有人伫咧登船进前就已经得病，去咧船顶了后，病毒才伫咧无通风的所在传开。大概5天就要传到下一个人去了啊，然后再5天再传到下一个人去啊。因为他在海上就差不多1个月嘛，所以他光在海上这段时间，他可能就可以最多传6波。专家表示，军舰内底的环境和游轮同款，拢是共一组冷气系统，加上船舱内底上百个人拢用同款的便所、餐厅，总共有1个人确诊，就真容易爆发群组感染。就跟游轮一样哈，船上通常只有1、2个厕所、1、2个卫浴设备啊，大家都要去共用。餐桌也是轮班吃饭，一班跟一班之间可能也不会马上消毒，然后船舱很小，所以大家都日夜都想接触。专家建议，若要找出感染源，除了会使针对3只军舰顶头744个军人做病毒核酸的检测，同一个时阵也爱做伙做血清检验，安尼就会使知影抑个偌济人是阳性，而且也会使掌握已经恢复而且身上带有抗体的人。另外，专家也建议政府爱定期针对高风险的行业，亲像医护人员、军人、航空业，抑个有防疫车队来做抽检病毒抑个有抗体的工作，才会使了解社区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海军这队敦睦舰队顶头，为着武汉肺炎的24个人员内底，指挥中心调查到今仔日宣布讲，拢总是有9个住伫咧高雄，因所捌去行大教的地所，计共有21大，但即嘛已经一一列出来。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民众讲，若含这的患者有同时间去过即寡所在，就要家己管理健康14天，上好唔通出门。高雄市长韩国瑜透早就来到百货公司看这消毒的状况。敦睦舰队染病国军去过所在，拢是高雄市人济的所在，互足侪人足惊吓。高雄市政府嘛提升防疫警戒。
现在最重要就是市民朋友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好，谢谢。现在所有的集中一切的力量，不管消毒这方面，还有包括这些百货公司专业服务人员，他们自己本身的健康。随风夜市嘛全面消毒，看到生理已经足歹啊，即马阁有较种的人来到遮洗夜市，在排队的人足烦恼未来生理是要怎做。啊，毋过歹消息阁有，原本讲染病24个人中间有8个人住伫高雄市，即马阁新增加一个。另外1例再归到我们高雄市，所以我们高雄市就是有9例。这744位里面有多少人？我们据了解大概有100多位。那这100多位的名单能够给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接触。高雄市卫生局在时啊，佮公布新的去过所在，拢总有14个点，有林雅区一个教室。加他门店、盐埕区的火锅店，还佫有汽车旅馆，佮新增加一间百货公司佮麻辣火锅店。第2波的公布这14家，我们是下午2点开始，到今天晚上12点，就请他们停止营业。那我们就是要做相关的清消，跟我们相关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监测。高雄市卫生局呼吁，去过这所在的民众爱做好14天自我健康管理，一定爱把嘴安挂好掉，保护自己，嘛保护其他的人。记者陈义莹、面交馆柯正俊高雄报道。来讲，敦睦南队顶头的患者内底，其中有一个是住家人。家人市府公布讲，4月17暗时已有坐到国光客运的车帮。另外，桃园市这边是有2个患者。一个4月16有去过统领百货内底的册店，阁有一个4月17捌去过八地的大卖场。另外，阁有一个外县市内的患者嘛捌去到龟山的国立体育大学行搭，总是这个场所已经拢伫咧加强消毒了。民众要就车进前必须要磅体温，用酒精消毒，而且搁爱挂嘴簪。家人国光客运站司机员甲工作人员完全唔敢放力，要甲防疫工作做甲真万全。因为伫咧海军敦睦南队的气验确诊个案内底，都有一个人住伫咧家人，而且搁捌坐过国光客运。晚上的9点20分左右，转搭国光客运来返回基隆，左营返回北部的时候，全程都有佩戴口罩。该班的国光客运总共有37名的乘客，包含司机。这个个案伫咧4月17坐高铁拄做营转去台北，暗时9点20来坐往家人的国光客运，9点50落车行路转去，18由部队派车接受集中检疫，19确诊。因为这个个案无出外，行踪单纯，厝内6个人嘛拢伫咧居家隔离，而且为着避免闹交，市政府嘛通报伫咧这个时阵坐国光客运的乘客爱主动通报。每一部车，我们在出车前都一定要做到让旅客绝对的安心。那在出车以后，回场以后，我们的消毒也是非常的彻底的。商品册店内底工作人员真无闲，每一个所在拢爱斟酌消毒。敦睦南队内底有2个户口伫咧桃园的确诊个案，市府公布2个人的行踪，分别伫咧16捌去过桃园统领的精品册店，阁有一个是15、16点伫咧高雄甲嘉义，17去八德家乐福卖场。除了安尼以外，阁有一个个案户口伫咧屏东，毋过16、17捌去国立体大来找朋友。来自屏东编号420的个案，早上有跟体大的邱炳坤校长，那么有初步做了这个活动史的这个确认，那么包括体大的璞园宿舍跟羽球馆，那么必须要进行消毒作业，早餐店和理发店等等。目前市府已经甲国立体大、统领成品册店甲家乐福卖场来联络，进行全面的消毒。统领专管甲家乐福配合作业是休困1天。记者综合报道。军船顶头24个患者，其中阁有3个是住台中。昨暗台中市卫生局一直公布因3人无时无日捌去行搭过的场所，也要求迄几间店头消毒未完全，未当阁开业。上歹食力就是患者内底阁有一个捌含市府下底人员指接到，但对方也已经开始在家内隔离14天了。工作人员当咧大消毒，台中市传出3个男队确诊的个案，市府伫10位个案行过的所在，搁再消毒一摆，而且范围是海线4个店家，搁有大卖场。除了第一时间自主停业，市府嘛宣布为今仔日开始，一寡场所爱先暂时休困。要等到台中市政府联合小组去确认他们的消毒工作落实以及完成，才可以复业。
台中市卫生局19虽然开记者会说明，不过到暗时9点外才宣布讲3个人行大过的所在还有时间。市府表示，第一时间会比对疫调的结果，还有通联记录，不是调工咧前时间。所以昨天晚上8点钟左右，中央这个警政署有把这3名我们台中市获分配的这3位确诊者的疫调，他们的通联记录然后交给台中市政府警方。都不讲，然后就是一直扩大下去的话，这很可怕。不会啊，因为假日就尽量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啊。民众的看法是无同，台中市长罗秀燕是强调讲，要比对通联记录，符合个案提供的行单的所在才公布，避免引起惊吓。而且第401个个案，甚至和台中市政风处人员有接触，这个人员除了要居家隔离，相关的再接触者拢要居家自主健康管理。建设局3位同仁，以及环保局1位同仁，以及都发局1位同仁，或者是有到政风处去洽公，或者是共进午餐。市府有1个人要居家隔离，其他接触的3个旧厝的总共65个人要自我健康管理，有无爽快就要通报。台中市府表示讲，嘛会甲疫调的结果通报予边仔的县市，希望莫有防疫的空窗。记者综合报道。云南顶头的患者内底，其中有1个是住台南市贵人，因为4月16日，伊要去到西门路的新光3月百货公司，市府昨暗嘛紧急去遐消毒，今日这间百货佫停业1日。另外后一个按家己来的患者，捌入去到中华东路的南胖购物中心行搭，佫有去迄角头的 KTV 唱歌，这2大场所，但嘛紧急停困1日咯。台南卫生局人员爱消毒装备。规暝针对台南新光3月西门店外围进行彻底消毒，因为19新增加的22个确诊者当中，其中1个就是住伫台南贵人的查甫人。昨日捌去新光3月西门店食饭踅街，对这件代志，市府已经下令百货休困1天。19暗时已经伫这附近消毒，不过附近的商店嘛是同款的烦恼。点嘛会惊啊，但是咱就爱暗啊洗手啊。一旦我们知道这个感染者的确诊者的这个足迹、旅游史以及他的一个接触史，我们一定会全面的要求该消毒的消毒，该修管的修管，该做清洁工作的做清洁工作。另外，台南市卫生局透早嘛公布另外1个家己的确诊案例，伊去过家己甲台南，包含台南南胖购物中心、享温馨 KTV， 佫有台南到家己的火车站、家己的千雅火锅店，佫食过卤肉饭。对这件代志，南胖购物中心、享温馨 KTV 透早嘛紧急宣布休困，台南甲家己的火车站嘛彻底消毒。就是我们今天一整天，我们会再请那个消毒公司配合的消毒公司来帮我们消毒。为了配合市府的整个防疫工作，所以我们南板购中心今天休馆1天。如果我们的市民在4月16号11点半到1点半，还有4月17号晚上7点到7点半，有在这2个地方用餐的民众，在这14天一定要做好健康自主管理。敦睦人队24个官兵检测武汉肺炎，因去过所在全台湾9个县市拢有，各个县市拢真烦恼。台南市嘛是其中1个，必须3个百货卖场甲 KTV 封闭闭要关起来消毒。台南市长黄伟哲20日嘛表示，军方原本应该带头对抗疫情，却伫这个时阵传播病毒变做感染源，批评请国军爱自重。同时嘛呼吁市民朋友，伫迄个时间有去过迄寡地点的人，爱自主健康管理14天。若是有相关的疑似症状，就爱主动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咱等来看新北市政府早起针对病症，若真是摊开者，举办病期推演，包含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小组的张尚顺调集人，伊也亲身出席。侯友宜市长讲，万不利社区感染严重，就会要求市民无请许可袂当出门，会管制21天。讲到这站演习，台北市的黄珊珊副市长是讲，因为市内中央政府的机关多，台北市若要演习，内容爱按怎样安排，嘛当咧和中央敲切。新北市两早部署各局处总动员，做第3阶段的病期推演。市长侯友宜、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的调集人张尚顺等等一家人亲身来参加，佮甲邦桥等等所在区公所视讯连线。若是发生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会配合中央的政策扩大管制。除了有防疫准出去买物件的民众，其他的人拢爱踮伫厝的21天。我们演了21天，其实这只不过
一个最基本数啊，因为我们以14天为一个封锁，让大家像居家隔离一样、居家检疫一样，把它封锁到了，然后后续1个礼拜都要零确诊，才会把它解除。侯友宜强调，目标是加度活动、高度管制。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指出，有派人参加早起伫咧新北市的兵推演练。不过，台北市若出现大规模的社区感染，都要甲中央机关做伙考虑。目前台北市消防局正咧甲中央讨论导定推演的内容。也若搬石南出现24个确诊的个案，新北市甲台北市拢有1个，双北市府嘛已经掌握因的行踪。我们这个确诊的个案，大部分都待在家里，只有不到2个到3个地方逗留15分钟，买个早餐，以及这个买个眼镜。跟女朋友去吃饭，在4月17号下午3点到4点，他们骑摩托车到桂林路的家乐福真鲜的餐厅吃饭。那一天只有那个时候拿下了口罩。黄珊珊指出，目前考虑25个人居家隔离，不过因为会当公布的内容也无完整的 SOP 会当依循，每一个县市公布的内容嘛无同款，佮加上有下县市交通煞位的可能性，伊希望中央会当统一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今仔日甲明仔载，陆委会拢有指定各一座飞行机帮，要互1号点乌北遐的台湾人按上海坐转来。但伊位拢已经注文甲客满啊，按算会载到460个旅客。啊，嘛有这回有通搭着飞机的民众用影片表示感谢，一字一句讲甲喉更甜。我就买了火车票和机票，万一飞机取消，我们可以坐火车走。谢谢，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谢谢。用影片表达感谢。第2波乌巴转来台湾的旅包机，今仔日明仔载分别1班转来，预计暗时7点50自上海的浦东机场起飞，暗时9点50到桃园机场。陆委会讲，目前2个航班报名订飞的人数拢已经额满，分别有230人，不过实际人数就要起飞进前才能确定。机场的防疫比照进前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若有发烧等症状袂当上飞机。落飞机了后随检疫，搁安排到检疫所集中检疫14天。不过检疫所一下搁爱带400多人，所在敢有够？明天、后天的武汉的类包机回来，我们一样可以支撑得起。那还有其他的量能在，不过检疫所的同仁就会非常的辛苦，因为这样的一个进出也造成一个负担也很大。但是中讲，虽然这马检疫所的数量也有够，不过也是会继续补建。记者综合报道。等来关心海军敦睦舰队，因为因去到咱太平洋的邦交国帛琉瓦罕的时阵，船顶的官兵和咱住在帛琉的外交官会面，拍算是喙炎拢无挂。但外交部嘛讲，包含大使本人，搁有身躯边的外交人员，即阵拢会赶紧验病毒。另外因为蔡英文总统4月16有和黄曙光参谋总长开着会，总统府这边嘛讲，过来会特别注意蔡总统健康的状况。海军敦睦舰队治病，总统蔡英文对这个代志表示真遗憾，而且伫咧人民册发布3点指示，要求彻底检讨国军的防疫作为，而且要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坦白。不过参谋组长黄曙光15主持舰队结婚典礼，16就去总统官府参加例行会议，感受风险。总统府表示，会议规个过程有挂喙炎，而且有保持社交距离，不过会搁较注意总统的思想健康状况。当然，我们都是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检视啦，所以当然，总统也有专业医疗团队会随时注意他的健康状况。那这部分我们也会再加强对他的关注。即马军队南兵随亡感染源抑阁无清楚，不过因为舰队停靠友邦帛琉的时阵，官兵参加活动并无挂嘴炎。另外，质疑帛琉可能有人感染，外交部是表示，帛琉大使馆人员22日2天就已经采检。大使现在还好吗？我们所有的管团同仁都非常好。今天或明天会做检测，第一批都做检测。为什么到今天到明天都新闻都已经烧了好几天，全台湾人心惶惶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慢？因为今天是礼拜1，所以礼拜天休息。对。那他们有没有自主健康管理？有没有怎么样？
不知道。好。外交部表示，台湾成功病医4月初9协助北流建立检测能力，有超1000组以为检测能力，目前检测超30个高危险的人员拢是阴性。立委蔡锡也是建议外交部主动协调，为福部甲成功病医主动派医疗团加强体检。若是讲确定无人确诊，嘛会当查核清楚，嘛会当增加医疗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这边怀疑讲海军有暗砍病症摊开的情形，要求国防部甲海军拢都要出席因的记者会，讲个清楚。结果这两个单位买手煞拢无派人来到位。国民党的立委当就批评讲，这分明就是有人要推卸责任，是真严重国家安全的危机。原本应该是海军副司令梅家秋出席的位煞空空，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要求梅家秋甲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出席，回应海军蹲落舰队暗砍疫情的代志，煞临时红放混淆。显然有人刻意不让他们来参加这个记者会，希望有机会可以达成共识，找出一个经过粉饰的说辞，再来对大家说明。我想是有人要卸责。因为国防部长、参谋总长甲海军司令同一个时间爱自主健康管理，国民党团批评讲这是严重的国安危机，海军甲国防的战力雄雄停落来。拜三要求国防部爱专案报告，而且爱追究责任，甲查清楚相关的疑问。感染的来源在哪里？要跟我们厘清。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海军有没有通报不实，有没有隐瞒？第三个，疫情中心有没有轻忽？在疫情期间，敦睦舰队煞如期出发。国民党认为国防部是因为外交部的压力，不过张德平是否认讲，因拢有照指挥中心的规定，嘛强调讲无暗砍疫情的情形。外交部有坚持说要国防部一定要去。没有这个事情。这目前的是我们一个海军年度非常重要的演训，宣扬国威、宣慰侨胞，还有敦睦邦谊的功能，在任何的防御作为都是秉持中央流行疫指挥中心的指导。敦睦舰队原本是15才会当落船，针对媒体报道，敦睦舰队管制期间也是有厂商停船，或者是有官兵家己去外口买物件。海军澄清讲，这甲事实是无符合的。不过台南市政府有查到讲，有确诊的官兵10时捌落船去买物件，这嘛互人怀疑海军挂保证讲无人落船的这个讲法。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当咧话，假消息嘛世界伫咧传。法务部调查局当着成立资讯安全的工作站。卢文中局长嘛强调讲，因为今年年初总统甲立委选举按国外来的假消息实在真多，尤其近来这几档政府机关的网站，互人侵入的案件嘛袂少，所以这个资讯安全的单位特别有需要成立起来。2020总统大选加立委选举，包括算票的系统有人存卡出手等等假信息真侪。检调查了后，发现真侪假信息拢是为境外来的。因为安尼，法务部调查局甲假信息防治中心转型加做人工第四军的治安工作站，加做维护国安、治安真有力头的单位。其中也有很多是境外这个进来的假信息。那我们也发现这2年来，我们政府机构被网络害侵的案件也很多。立法院司法委员会20针对治安工作站的定位，邀请调查局、法务部、国防部等等的单位做专案报告。因为海军搬石南疫情的关系，南洋立委认为，国防部伫咧顶礼拜入院备询的时阵，捌回应敦睦南专员拢健康，即马有回答不实的疑虑，怀疑是散布假信息。行政官员对本院委员回答的内容不实，算是假讯息吗？假讯息行政官员必须要是他明知这是假的，而故意要去散播。那如果行政官员，所以行政官员涉及到刑事责任。好。也若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去互网友霸凌的代志，检调查出是中国网军假做台湾人会失礼。调查局表示，只要关系到国安，都会查办。所以我们认为，去侮辱别人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国际形象，可是集体散布假道歉文有妨碍我们的国际形象，我们觉得妨碍国交。这个是一个境外势力的操作，来试图来影响我们台湾的内部的这个案件。吕文忠补充表示，治安工作站是伫咧国安系统内底，国安会是伊的顶级。最近这几年来，调查局侦办的治安案件，逐年平均拢有2倍以上的成长。分析假信息的来源，有7成拢是为境外来的。
为着因应假信息愈来愈多，都要加强网络治安维护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来去国际来讲，美国目前病例人数已经超过75万，4万多人不幸死亡。敢若过去4天就有1万几人死亡。英国这边病情那像嘛无较平静，本地禁止民众南山出门，搁禁止学校上课。但即阵当时要继续开放，嘛无法度列出明确的时间点。英国的疫情这么正严重，死亡人数16000人，超过12万人感染。政府讲疫情已经到高峰期，无缓和现象，禁足令会继续。学校当时恢复上课无时间表。I can't give you a date because before we do, we need to meet 5 tests. 这5项要求包括医疗体系当负担死亡率甲感染率下降，特别是爱确保袂出现二次感染的高峰。在法国过去7礼拜，累计死亡人数强要到2万，感染人数超过15万。政府讲已经有改善，重症患者有减少，不过也袂当放松。Cette crise sanitaire, elle n'est pas terminée. 法国拍算封锁到5月11日，政府已经开始准备解封了的防疫计划，比如讲坐地铁一定要挂水烟。来看美国，累计病例已经超过75万例，4万多人死亡。敢若最近4天就增加1万人死亡。同时受到疫情的冲击，已经有超过2200万民众失业。东西区纽约州一天新增加507人死亡，比前一天少40几人，单日人也减少。不过州长讲，有缘爱境界。We show that we can control the beast, and when you close down, you can actually slow that infection rate, but it's only halftime. 古莫讲，警察来加强处理合法聚会，那违规相关会当罚$1000，差不多大票3万块，鼓励民众翕相检举。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中南美洲这边诊断出致病人数，当然已经超过10万个。这中间，敢若巴西这国就顶超过1/3。这当阵，巴西国内大都市的市长是讲要较严格管制民众，唔通自由出外行搭。不过巴西的总统这边是主张讲，应该就要让健康勇健的少年人同款出门正常做工课，经济才有法度进展。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街仔路顶悬，有真侪骑奥多摆甲开车的民众一直咧饲喇叭，一方面抗议地方政府限制民众出外去做工课，一方面支持总统波索纳罗重新启动经济活动。Pessoas acima de 60 anos devem ficar em casa. Abaixo, que não tem problema nenhum, vamos trabalhar, pessoal, tem que movimentar. 巴西是拉丁美洲目前确诊人数上侪的国家，超过38000人，包括圣保罗、里约等等的地方政府，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实施类似其他各国的禁令，禁止非必要的商业甲公开的活动。这措施嘛得到巴西最高法院的裁定同意。针对这点，总统波索纳罗甲支持者选择行去街仔路。Ação pelo Brasil! O que tinha de velho ficou para trás. Nós temos novo Brasil pela frente. 确诊人数第2悬的秘鲁嘛有抗议的场面，主角是首都利马部分的医护人员，因伫咧第一线防止疫情来探开，不过因讲真久拢无领到薪水啊。Nosotros nos volvemos población vulnerable. No podemos afrontar ahorita ya sin estos sueldos la pandemia. 除了医护人员，原住民的社区嘛发起抗议的活动，因为政府公布的相关信息，大部分拢是透过广播、网络、电视，住伫咧深山部落内底的原住民，因感觉有受到歧视。Señor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me dirijo a usted para pedirle que piensen en nuestros estudiantes de las comunidades nativas, ya que en las comunidades nativas no tienen internet, no tienen algunas comunidades radio, no tienen televisor. 为着要阻挡疫情，秘鲁为3月15开始把边境关起来，而且要求民众爱自主居家隔离15天。不过因为确诊的人数超过15000人，原本定伫咧3月底基本的管制措施，延后到4月26日。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欧洲甲亚洲小连接中东地界者的 Turkey 这国，染着病人数已经有86000几个。这毋若讲超过资本中东者病情拖了上较严重的伊朗这国，甚至阁超过中国政府所公布中国国内致病人数。中东的疫情阁出现变化，伫最近疫情愈来愈增加的土耳其，一天阁再新增加127人死亡，总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86000多人感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讲，若是有必要，拜六嘅宵禁会继续，真正也宣布要起2座大型嘅野战飞机。Bir katlık hastane yapıyoruz ki bunları süratle şöyle 45 gün içerisinde buraları bitireceğiz. 本来疫情严重嘅伊朗最近较缓和，一天新增加73人死亡，连续第7天死亡人数下降，总死亡人数超过58,200万人感染。政府讲，对抗疫情有小胜利，受到德黑兰有一寡行业复工，在7个国庆阅兵也个展示消毒车甲医疗设备。法新社引用一份议会报告讲，当地实际死亡人数应该加出80%，感染人数是目前的8倍到10倍以上。伊朗卫生部门讲，因为检测人数有限，实际数字可能会更加悬，疫情也无到消退期。政府也宣布，真正为了防止暂时放出10万名患人，释放期限搁再延长1个月。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加拿大这的治安消息。加拿大发生近来30宗上较严重的枪杀案，凶杀的现场有16个人不幸过身，其中包含一个查某警察。凶手伫咧现场就互警方开枪铐死。上该值得注意的就是，伊是驶一只仿的警察车，佫是穿假的警察制服出来犯案。已经死亡的51岁凶手盖贝尔·沃特曼，最后是伫这间餐厅附近互警方射杀。I hear the shots and I look out. There's a guy running back and forth up beside the what looks to be a police vehicle. 凶手沃特曼是伫加拿大东部诺瓦斯科西亚省中部村庄波塔皮克一间名体开枪，真侪人的尸体倒伫咧厝内加厝外。附近几栋厝也有放火，另外伫其他所在也发现尸体，有一位女警海蒂损迹。留下红色加一对镜儿。He appears to have been wearing, if not all, then a portion of a police uniform. We believe that he was driving a mock-up or a vehicle that was made to look like an RCMP police cruiser. We have lost Constable Heidi Stevenson, 23-year veteran of the force. Heidi answered the call of duty and lost her life while protecting those she served. 根据网络资料，沃特曼是一位气科技师，伫达特茅斯开业。警方认为，伊犯案动机一开始是有特定对象，但过尾也变做随机作案。加拿大枪击管理比美国较严格，枪击案较罕见。顶一遍有遮尔大规模的枪击，是1989年12月，迄当阵伫咧蒙特罗有15位女性被射杀身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锁转来国内来讲，经济部公布要替企业消透困难、减免补贴的条件，就是逐个月经营的收入衰退50%，当作根本的原则。啊，不过经济部新闻顶部长讲，若是经营较特殊的产业，无得较讲爱衰退50%，嘛会当用专案来处理。伫顶礼拜，经济部长施明德连续办6场座谈会，听产业的意见。为了要协助度过疫情的冲击，经济部定出纾困减免的条件，强调原则上是营收衰退50%，不过亲像工具机产业，伫美中贸易战时阵营收正歹，这种特殊产业是专案处理。营业损失超过下修超过50% 为原则，但是呢，有些产业的特性，那我们跟产业工会要来谈，那谈出来有了共识以后，我们来做专案的认定，具体的就是可能就是公积金这一类的。另外，伫进行团出疫情减缓，或者是几天的零确诊，可能伫咧4月底提前启动拍一优惠等刺激消费的措施。不过，伫最近发生海军的叛族间群组感染事件了后，经济部是态度暂时保守，强调目前主要是以发劳工纾困金为主，只有刺激消费部分，怎么也个伫咧收集意见。如果是花了现金还是失业哦，这个是很严重的议题哦。酷碰见我也同意，在后段的时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做法，但是现在就是应该要发现金，好不好？现在纾困的现金已经在花了，目前还在研领当中。本席是希望真的审慎重新检讨，振兴、刺激消费，这是最后一个阶段。是，所以目前还在收集意见的阶段。经济部强调，企业纾困包括薪水加营运资金补贴4个到6个，若受到疫情的影响，员工薪水会当补贴40%，每个月薪资上限是2班。另外，水电瓦斯减免是营收也减少15%到50%的营业用户，会当减免10%到30%。记者综合报道。
近来因为病情咧拖，真侪拍电视、电影无前无后的人员，嘛拢遭遇着无戏通好拍的困境。文化部传要予自由作业者3万块暂渡难关的补助，自今日开始会当经过职业工会来申请。早起影视业的工会电话就接袂煞，真侪这度人员拢讲环境有影真是艰难。穿外省员的制服的剧组陈光师，开工之前就先去台北市电影戏剧职业工会报道，申请自营作业者3万块的纾困补助。受到疫情的影响，过年了后，真侪做电视、电影接案的人员拢面临无戏通好拍。我们现在很多案子都停拍，然后资金都进不来，那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块是算是还蛮惨的啦。现在是完全一点收入都没有。到了1月中的时候，就很多案子就流掉，2、3月杀青完的，然后他们可能到3月底或是4月初，目前都还在找工作的状况。微风你好。大部分的艺文工作者、影视从业人员拢是接案创作，无固定的头家。劳动部规划自营作业者纾困方案20就路，投保的薪资伫2万4以下，107年综合所得无到40万8千的人，会当透过职业工会申请3万块补助。正式开办的第一天，也成业工会电话就接袂了，预计头一天会有200-300人上架申请。从一进来电话就没停过，这已经有2-3个月都没有工作了，因为案子不开，他们也没办法接戏，所以变成是整个收入顿时停止到现在。文化部进前嘛针对自然人提出大家人上限6万块的补助，但是需要接案后要互取消的书面证明。工会讲，剧组人员常常是靠电话口头讲客事，所以大部分拢无符合青年资格。接落来会阁想办法甲政府争取放任认定。记者综合报道。近来因为病情咧滚价，塑胶原料国际上价格会一直上，塑胶甲纸的回收品价格嘛对咧放。地书讲有真侪煮食的业者，互人包顿去食，真侪免洗碗碟伫咧用。环保署当即摆规定讲，万公会当提悬回收物仔的最低价格，将塑胶甲纸回收量尽量提高。受到疫情影响，市场需求量减少，佮加上原油价格咧落，造成塑胶原料、再生料价格一直放，嘛互业者回收处理的意愿降低。未少第一线做资源回收的人已经大受冲击。目前这个疫情，这对于这个资收个体户的冲击有多大？当然，这个对我们的基层的回收的同仁一定会有影响了哈。一个是说商业活动强度降低，那可能他可以收到的东西会变少。是。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像包括疫情以及这个原油跌价的关系，它可能价格也会降低。会在环保署长张祖敬来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专案报告，伊指出疫情嘛造成一届性餐区使用的增加，因为民众减少出门，外大增加。另外，疫情嘛互民众入厝买物件，估算今年1、2月电子购物营业额比同期增加13%，相当增加使用200万个包装箱。所以为着要提悬回收量，嘛互回收业者的收入增加，已经规划要调升废塑胶容器甲废纸残区的处理业向回收业回收的上架价效。现在机动调整它的回收的费率、补贴的费率，那让后端的收的更愿意收，让他收的东西能够卖得出去。另外，环保署针对疫情，当期禁止使用一届性餐区的场所，会当暂时恢复使用。有立委一期，这是要解禁。环保署强调，这只是暂时性的。提出申请开放的业者其实并不多，多数嘛是照常提供环保餐区。记者林志坚台北报道。早起，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举办记者会，因指出讲，根据目前全世界针对治疗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的药品试验，虽然一部分是有效，不过也是有副作用，要求都要更较详细的临床报告，才会当了解事实。在公卫学院根据一项中国武汉用奎宁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随机分派试验，发现连续治疗5天了，用药组相比较对照组，平均的发烧加烧天数拢有下降。验过这项试验只敢若用伫咧轻症。另外，公卫学院也收集国际上对瑞德西韦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研究，6成8患者有改善，验过有1成5病情恶化。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它确实是有效的，然后要顾及它的副作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呢，
都必须根据临床试验的准则。专家认为，目前这款可能会当有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啊，样本数也拢无够，因此也阁需要更加详细临床报告，才能检估疗效，加可能无被重视的副作用。而且有专家提醒，像瑞德西韦伫真侪国家拢也未上市。若是临床试验认为有效果，台湾也需要有相对应的准备。如果我们在台湾没有上市，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如何去取得这个药品，就必须要考虑到药厂愿不愿意接受。那如果说药厂不愿意接受，他会不会舍弃掉台湾的市场？因为毕竟我们的市场很小。另外，学者也观察全世界疫情的趋势，认为目前美国加南美洲的流行已经有较缓和，纽澳也阁伫咧控制中。不过，欧洲的西班牙加法国、亚洲的印度加孟加拉疫情也阁伫咧发展，非洲的疫情也正严重，防疫工作也是袂当放松。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各地头生活的消息，咱来讲南部现时敢若剩云林甲台南这两县市内底有牛鱼，毋过这当阵的牛鱼已经无咧买卖牛，换变做5斤8岁的饲啊，总是真侪时代嘛，共款介意去牛鱼行行绕绕咧。一来买面看神奇，二来也顺续回想想过去。喜欢咱大声发卖，市场边的人客客家甜甜。这个闹热的所在，不是一般的菜市啊，是逐个月日子拄着147才会开市的台南咸水牛鱼。伫咱咸水这个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吼，伫日本时代时甲进啊吼，感情真深。南台湾即马剩云林甲台南有牛鱼，咸水牛鱼已经有900年的历史。早期是牛买卖的所在，虽然即马已经无咧卖牛啊，有咧卖青菜、水果、日常用品。真侪人来遮买农具、鸡梨啊、猪头、肥料，逐项有。甚至阁有人咧卖鸡仔囝甲阿米啊。多数人拢来买甲农业的较有关啦，或者是咱即个畜牧业，即马嘛有人来啊卖鸡仔囝啦、鸭囝啦，是嘛有人来卖种子、水果的果粽。还是买一寡只的饲料、有机肥，这嘛拢有啦。一个月敢若开9工的牛鱼，人总是叉。有的人厝里的菜刀尾去，嘛当拿来现修理。其实牛鱼毋若是一个买物件的好所在，佮甲是充满真侪老大人古早记忆的所在，保存上有人情味的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我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牛鱼说牛鱼，古早农业时代，讲起来牛鱼买卖牛，这真重要的场所啊！毋则对遮来讲起，真侪遮民间的俗语，原来掠牛来做比拼，甲无共款的动物来做比较。头一句咱就来讲，甲即马佫真侪人来讲猪母牵对牛鱼去。咱知影牛鱼在咧买卖牛的，你猪母牵鱼仔要创啥？煞毋知影讲，这就表示讲代志做毋着头啦。论真讲，较早人咧讲猪母牵对牛鱼去，即摆少年家一连牛鱼都听无啊！你讲要问伊讲，哇，到底猪母哪会牵对牛鱼这个所在？牛鱼是倒位？到底形象是圆啊扁？伊原来无在条甲咱解说呢。牛会比拼猪或者猪母牵对牛鱼去，表示讲代志你做了都无正确，做了都无对当。牛嘛挺好比较马呢。原来还佫另外一句俗语，这句真简单，4字尔，讲做无牛使马。这句也真清楚，无牛通好犁田，无勉强使马哦。马要哪有在条犁田？这就是讲吼，勉强高不离中做的啦。简单讲，过去戏文内底伫咧讲蜀中无大将，廖化就作先锋，安尼叫做无牛使马。头剃落也无说袂使，牙齿加咧嘛就拼你，安尼叫做无牛使马。永早农村有这个俗语，现代人你是用表面来理解，真正倒转到农业时代，咱才真正会通体会讲，这句俗语对倒位说出来。以即摆角度，有当着啊吼，你听的捌是3分5分尔，无法度彻底深入来了解详细安尼。你想讲另外佫有一句俗语，讲起来字面嘛真简单啊，讲细汉头挽匏，大汉头牵牛。这都简单12字尔，但是细汉头挽匏，咱的大汉会去头牵牛。咱若比拼讲比较国情佫较少年的20-30岁的少年家，咱来甲想，吼，伊真正无了解讲头牵牛原理伫倒位呢？但即马即个时代要去倒位牵牛，毋是讲斗牛的呢。较早咧讲头牵牛，就是讲头牵人庄内
偷看人厝内足价值的物件，做菜的人牛都介要紧啊！你毋则讲细汉偷板布，大汉会去偷看牛。论真理的意思，正就是要表示讲，细汉你做细项贼偷啦，大汉吼，即马可能无再度偷看牛啊啦，无吼抢人、劫人、抢银行，共偷摕大项的代志，这拢有发生。安尼落去比拼，就是讲大汉就会做大项的恶毒的歹代志。毋则讲古早的农传俗语，以即马角度来讲，有当阵啊，咱着爱加听两句啊，加分析两句啊，才当倒转去到过去，才当想对未来了解互事实。体会和详细，你讲看有影无？同款来讲牛，过去无甲2冬来，咱台东县遮就发生2摆牛撞入来大路顶，所造成有人死亡的交通意外。结果这所拢找无牛主人出来负责。台东县政府当着设一部放牧饲养家畜管理自治条例，规定省道两边200公尺内禁止饲牛，啊，佮有强制每一只牛的耳仔拢得要甲票啊做好，若违规者，相当会当罚款6万块。台东县农业处统计，全县饲肉牛超过1500多只，目前已经发放的牛耳票，也就是牛的身份证，大约有900多个。有可能是因为订耳票无法度强制执行，造成这2年以来，台东县东海环公路就连续发生2件车撞牛、驾驶人不幸死亡的案例。台东县政府特别制定《台东县放牧饲养家畜管理自治条例》，原本规范省道周边300公尺以内禁止饲牛，送去县议会审查，但是县议员有无共款的意见。这项自治条例尚未修改通过，并定伫省道周边200公尺以内禁止饲牛，而且强制订耳票，嘛附带主人的罚则。如果说牛只没有挂耳标的话，那我们裁罚是以1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距离省道太近的情形，那依我们的自治条例，那裁罚的处罚的方式也是1万到6万。科家学讲，这项自治条例公布了后，有3个月抗到期。有专人执行稽查，无配合稽查会罚5000到3万的罚款。不过，这项条例嘛，互袂少饲牛互不满。官府讲未来照执行的状况，搁再修法，互道路安全甲农户的权益维护搁较完善。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南投德山李鱼里，因为接近清水溪边，湿度也真下香菇生长。只有种香菇的农民，按1980年代就开始种有机的香菇，即马1年当的产量有30-40吨。伊嘛讲要食气味上介好的香菇，就要趁即阵，因为春天的香菇上青甜。香菇农摕桶仔，无用伫咧采收，食慢落来的香菇大粒就大粒。南投县德山镇李鱼里的香菇农讲，即马春天香菇大出，香菇的口感唔那好，佮把食。而且全部拢是有机的。这边刚好是一个河川的河谷平原嘛，有靠山又有河，风的话会从山势这样走下来，会灌到香菇寮里面，通风良好，然后依照有机栽法啦，再配合洒水啊，这样香菇成长的话就比较容易。南投县德山镇李鱼里除了出产地叶、竹笋、番薯以外，因为李鱼里挖近清水溪，水质有影赞，湿度也拄好适合香菇生长。当地香菇农对民国70年开始就引入这种有机的香菇，种到这阵1年的产量差不多有30-40万吨。早期我们引进来的就是全部都是有机香菇了，大部分都是市场品种，就588、921、922还有589生鲜香菇，价格还很稳定，不会像以前有的农作物。有时候很高，有时候很低，它这个是很平稳的。为了提供德山的香菇产业，行政院农粮署和县政府甲镇公所合作，这2-3年拢会举办香菇文化节，希望把李鱼里的香菇传出去，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花莲县内出名的风景地区，也是在地人真爱去捌水佚佗的热闹所在。秀林乡三站溪。近来因为县府伫咧遮清溪底涂沙的工程，手路实在伤过粗，引起民众反感。真侪人拢讲，服务遮侪年的生态环境，明年啊就互遮个工程毁坏去，要求县府就要即时停工。这是花莲秀林乡的三站村，徛伫桥顶向的脚看2台怪手，一直甲三站溪内底大细石头乌号沙石车载走。村民大家徛伫桥顶看，认为讲工真正是伤粗。跟国家拿了不少的钱，然后做了富裕。那今天这样的工程没有开过任何的会议，就这样子
就很粗暴的把它就是毁于殆尽。然后我觉得怎么会是这样，是蛮错愕的。有村民认为讲所准是为着大家性命财产安全咧设想，希望外界民众唔通干内晓来33K生水，煞唔知影风台梯只饮水是偌可怕。因为每次台风天后，我们还要撤村，溪水暴涨的时候没有路的时候，只有一条路而已。那万一冲进的时候，到时候我们这边人命关天的时候，谁要去救战？啊，毋过33K内底有几10种珍贵的鱼虾，像讲日本回收鱼，真罕你看的无空东风，还佫有复育成功的台湾龙鳌蟹。工联单位拄好经历这关不正式2个季节的时间，复育真济年33K民众真受气。他们打算要埋设这个消波块，全村都非常的反对，也非常的愤怒哦。很多人认为说会破坏生态，在施作的过程当然会感觉上会是有这一种的感觉。消波块的部分，县府监测处也提过。应该不会在这种生态的地方。花莲县政府批回绝对无要扛把涨价，毋过环保团体认为县政府水准正常，所无甲在地民众协商，而且了解水源文化，敢若考虑要甲河道所有障碍处理掉，根本就是甲33K水沟化。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立台湾大学边仔遮有一间真特殊的册店，名叫台湾的店。店头家吴成三伫咧美国留学的时阵，受到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倒转来到台湾了后，伊和牵手黄妙玲两个参加各种街头运动的抗争，对抗极权的统治者。落尾教授毋做换开册店，即马这间台边真特别的册店，已经变作台湾本土意识的根据地了。台湾大学附近有一间已经开27档的册店，真特别，伊是台湾唯一以本土意识为主题的册店。店名就叫做台湾的店，册店头家吴成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电脑科学博士，原本伫师大咧教册，定定参加社会运动，要党员杂志。伫李登辉时代吼，伊咧推广即个乡土教学的时阵，遮真侪即个小学啦吼的老师，伊要教小学生母语，也是要教小学生台湾的迄个乡土的情形，伊就来遮找资料，家己爱编教材啊，迄当时并无标准的教材，所以大家拢来走伫遮，所以我当开店的93年开起来，93、94、95，伫李登辉时代，生意真好。台湾一店会当经营遮尔久，头家娘黄妙玲嘛是介重要的人物。当日讲要去开册店时阵，我是无真反对啦，我是想讲。迄就伊的理想。台湾的店为开店的原因，甲和店名的故事，拢甲台湾的街头民主运动甲本土意识真有关联。册店即摆嘛已经毋那是一间普通的册店尔，是一个培养各领域有台湾本土意识工作者的基地。记者施汉俊、林坤明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南投德山遮一个名叫林国华的少年家，伊刻一块德山囡仔德牌啊。甲伫咧骹网顶，即块德牌派咧用行的西台湾之恋。通要各地头民众搁较了解德山即大所在，嘛展现出德山囡仔坚持甲勇敢的精神。一个新派去有德山囡仔德片的少年人，欢喜甲嘴啊里塞塞，手搁比一个赞。众人为伊拍婆啊，甲伊小揽，甲伊恭喜。因为这个少年人真无简单，过行西台湾之恋，头尾拢总47天。自己本身是土生土长的竹山人，那我爸爸做竹建筑的，那我觉得我跟竹子、竹山是非常有渊源的。那身为一个竹山镇的在地印娜，就是我觉得要好好的发挥年轻人的精神，勇敢的冲撞，然后去好好的宣扬竹山，然后借此宣扬竹山的在地文化。这个德山出身的少年家名叫林国华，伊为着要互更较侪人认捌伊的故乡德山，就专工刻一块德山囡仔的德片家己卡网，用双脚行遍台湾的国家史，要甲德山的在地文化推广互众人知影。很多事情是可以规划的，就好比我今天的路线，我要吃什么，住哪里，很多等等事情都是可以规划，但是不能规划的是我遇到的人。林国华讲，这回行台湾之恋，有真侪特殊，敢若通靠双脚，才有法度行入去。来体会台湾国家史的水，伫旅行当中嘛，拄到真侪无共背景的人，斗阵分享趣味的经验、甲故事。林国华表示，这个经历互伊更加熟悉台湾。伊相信嘛，有愈侪人因为伊的热情来了解伊的故乡德山。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
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2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6度到32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31度。金马澎湖19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